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C Plus Info C 加消息。今日要同大家講講一啲關於可伯何太事件嘅睇法。可伯何太事件，你睇緊嘅係一宗新聞定係一場真人 show？何伯住院事件越演越烈，唔止係香港人熱話，仲成為網絡流量密碼、網絡熱門題材。本來只係一宗家庭糾紛、財產爭議，如今變成全民獵巫、道德審判，甚至連埋藏嘅社會壓力同媒體操控都暴露出嚟。究竟可伯點解要瞓醫院？何太是否受害人？究竟邊個係幕後推手？今次想俾大家多一個思考角度去睇件事。我哋從3宗曾經係社會熱話切入，邀請你一齊諗下網絡嘅力量。我哋會唔會參與咗一啲我哋原本冇諗過嘅事情？又或者我哋係刻意去參加一啲事情，導致一啲我哋冇諗過嘅結果？又或者我哋根本唔理個後果？我哋會唔會俾個無形嘅力量控制咗？呢個力量又由邊度嚟嘅呢？係集體潛意識，亦或係 AI 人工智能？我哋會否已經變成 The Matrix？ 22世紀殺人網絡中嘅人類只係 AI 系統嘅糧食呢？我哋又有冇辦法逃出佢嘅控制？紅色藥丸與藍色藥丸，你又會點揀？想深一層，可能你會細思則極恐。第一件事件，邊個殺咗陳果仁？揭示出關於仇恨犯罪與種族標籤。喺1982年，一出紀錄片講述美籍華人陳果仁 Vincent Chin 喺底特律因種族仇恨被白人打致重傷。4日之後離世。兇徒2人因為不滿日本汽車打擊美國汽車業，錯認陳果仁為日本人喺酒吧外追打佢至腦出血致死。最令人震驚嘅係，2個兇徒最後竟然唔使坐監，只係俾法庭罰咗3000蚊美金，判咗緩刑。呢個判決激嬲咗成個亞裔社群，大家都覺得美國制度對少數族裔根本唔公平。呢一單案令我哋諗一諗。當年係種族標籤導致悲劇，咁今日香港人會唔會都用咗某啲標籤去睇可伯何太？佢哋係咪已經俾人妖魔化咗？呢一種集體心理其實係咪同仇恨一樣危險？第二件事件，混沌少年時 Adolescence 揭示出關於邊個應該為少年殺人案負責。一部4集嘅 Netflix 劇集《混沌少年時 Adolescence》係一部拍攝於2025年嘅虛構英國迷你劇集，講述13歲男孩傑米米勒 Jamie Miller 涉嫌謀殺同學海蒂倫納德 Katie Leonard 嘅故事，深入探討青少年心理、家庭關係、社交媒體影響等議題。此外，混沌少年時亦都引發咗對青少年犯罪、網絡文化影響等社會議題嘅廣泛討論。社會只係睇到殺人表象，冇人關心學生多年嚟精神創傷、校園冷漠、家庭關係、社會媒體影響，慢慢將一個本來無辜嘅人推到悲劇嘅邊緣。聽到呢一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同可伯何太有咩關係？我哋不如諗深一層。而家成個香港網絡都喺鬧佢哋貪錢，鬧可伯冇資格住何太間公屋。但有冇人停一停諗下佢哋生活點過？有冇錢？有冇屋企住？精神壓力大唔大？係咪2人嘅精神狀態已經到達臨界點？大家先至互相出手傷害對方。如果社會只識得判斷標籤，而唔係理解同行，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係下一個悲劇主角。第3件事件，劉嘉玲照片事件，揭示出關於狗仔文化與媒體生態循環。喺2002年，劉嘉玲舊照被人公開，揭示當年偷拍同媒體合作無間，涉及黑社會、狗仔隊、八卦雜誌，成為一場新聞業嘅食人遊戲。報道嘅內容係唔係事實並唔重要，而係消費一個人嘅尊嚴，以其他人嘅尊嚴嚟到賺取金錢。到最後，明星變成咗商品，媒體變成咗包裝機器，而觀眾就好似市場上嘅消費者。你睇得越多，佢哋就賺得越多。記者係咪仲有道德底線？觀眾係咪真係咁無辜？呢啲問題其實我哋都要問翻自己。而家翻到嚟2025年，網絡上有大量 YouTube 影片以正義之名不斷聲討何太同埋可伯，觀看次數累計最少數百萬次。
網絡同埋製作人賺盡觀看次數同埋廣告費，究竟邊個係真正贏家？何太、可伯爭議，佢哋背後嘅現實壓力與生存困局。據報，可伯冇公屋戶籍，可伯同埋何太要時不時住喺大灣區或者香港嘅酒店賓館。可伯年紀大又冇工作，兩人又點樣度過過去嘅日子呢？仲有佢哋喺街上時常俾人指罵，被影相啦、攝錄同跟蹤。連住所都被曝光，曾經自拍節目賺錢，但換嚟更多冷嘲熱諷，令佢哋受到精神與社會公審壓力。從家庭內鬥到全民審判，究竟邊個係事情發展嘅幕後黑手？何太曾經上東張西望，公開指控可伯子女拒絕交出450萬，想利用傳媒逼可伯子女就範。市民開始質疑何太意圖，質疑佢騎劫輿論打壓可伯嘅仔女，企圖奪取450萬。跟住網紅就加入評論戰場，有人梳理事件緣起、背景、事情發展、法律責任，有人聲援，有人譴責，引發何太熱話。現實係可伯何太成為網絡流量密碼，觀眾睇得投入，網絡同網紅賺得盤滿。一場家庭悲劇變成互聯網娛樂工具。其實網絡推薦系統會根據點擊率、留言與觀看時間推送內容。當一條何太、可伯影片獲得高觀看量，系統會自動推薦更多類似影片，甚至影片製作者會被誘導繼續製作。何太熱話形成無限循環。喺網絡世界，人類往往被系統操控而不自知。我哋會否已經變成 The Matrix 22世紀殺人網絡中嘅人類，只係替網絡系統提供能量而不自知，仲覺得自己自由自在？網絡為自己所用，去批評可伯何太呢？最後，你覺得你係睇緊新聞，定係睇緊真人 show？抑或你已經變咗網絡嘅食糧？冇錯，何太未必冇責任，佢對可伯家人施壓的確有所計算，意圖去奪取450萬。但有資料顯示，按事件發生嘅時間序，可伯早就知道450萬已被調走，但仲要帶住何太去銀行取100萬。呢個係咪顯示可伯有意瞞騙何太？呢事情經過1年幾發展，最後兩人互相毆鬥，可伯頭骨裂，至今仍然留醫，待傷勢好轉上庭。何太後尾枕受利器所傷，保釋等候上庭。但亦都無可否認，傳媒與網絡加速推動事件，令一個家庭淪為全民笑話。其實呢個都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家庭內嘅爭產事件，但又夾雜咗太多社會矛盾同戲劇元素，法律問題難免令人投入同憤慨。如果你曾經積極參與其中，究竟係因為熱血，係因為鬧人唔使本，係因為集體潛意識，定係受 AI 大數據嘅控制？紅色藥丸與藍色藥丸，你又會點揀？最後問大家一句：一個老伯受傷入院，你點睇？佢哋有錯，但你哋係咪積極參與呢場網絡圍攻？佢哋係社會嘅悲劇，你哋同意嗎？我哋應該選擇紅色藥丸，擺脫網絡世界嘅控制，定係選擇藍色藥丸，繼續沉醉喺網絡嘅虛擬世界？大家不妨留言討論下啦！記得俾 like、share、撳個小鈴鐺，仲要免費訂閱我哋私家消息，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新片啦。同你一齊掌握最新資訊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